由歌手潘玮柏和大陆主持人李晨联手创立的潮店 NPC 旗下潮牌 MLGB 因谐音涉及不雅用语 MLEGB 遭大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宣告商标无效，该品牌提起行政诉讼遭驳回，又上诉到高等法院，近日二审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北京高级人民法院认为 ，MLGB 这个名称含义消极、格调不高，且有低俗宣传的情况，故作出商标无效判决。据路媒报道，上海俊客贸易公司2010年12月15日申请注册 MLGB 商标，隔年12月28日核准注册。其后，第三人姚某向商评委提起注册商标无效宣告申请，理由是容易让人想到不文明用语，有害主义道德风尚。2016年，该商标被判定商标无效，上海俊客贸易公司不满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，却又在一审中败诉。MLGB 公司方宣称这个名称的含义是 My life is getting better， 但并无证据表明这种缩写方式是英文中常见的表达，且该公司当初申请商标时，还另外申请过 Caronym 等商标，被指以媚俗方式迎合不良文化倾向的意图明显。为了制止以擦边球方式迎合三俗行为，北京高院认定此争议商标本身存在含义消极、格调不高的情形，因此予以宣告无效。